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当我讲到这个平安的时节，这是最得重要的问候啊，最得好的祝福就是平安。因为咱知影这个时节啊，全世界拢伫无平安的心情当中，无平安的环境当中。有的所在拍死人，警察拍死人；有的伫遐伫咧示威游行，毁坏物件车、烧车、弄破店口伤害人，有真侪无平安的代志，真侪人伫边厝内面伫咧破病，毋知影生死会怎啊？大家人真担心，所以这个平安非常的重要。盼望大家人有平安。这个平安分两种，有的是环境的平安，有第二种就是内心的平安。最最重要是内心的平安。咱伫苦难当中，伫黑暗当中，只有神的话是咱脚前的灯，甲路顶的光。神的话语，才有互咱真正的安慰甲平安。人的道路伫行袂通的时节，咱只有听候神的时间吞论。当咱信心软弱的时节，神讲你着刚强壮大，毋免惊。说说是我毋免惊，我伫遮。所以咱拄着什么无好的环境，各款的苦难黑暗的时期，咱搁较着需要来仰望主、倚靠主。咱来三甲阿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永袂改变。世界千变万化，人的心会改变，政策会改变，生理会改变，时代会改变，但是上帝的慈爱、信实、公义永袂改变，神的疼永袂改变。阮伫上帝的手中，阮就毋免惊。求主特别赐予阮平安，赐予阮信心，来伫即款真无平安的世代当中，来靠主的恩典来过一生。求主，你也供给阮一切所需要的，无论是物质上，无论是心灵上的需要。求上帝怜悯来施恩，来赐予阮一切需要。你的名是得到荣耀，你的名是值得阮阿老颂赞的。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主。
各位兄弟姊妹，今仔圣日要甲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啊，叫做圣经当中的约甲人的关系。咱圣经内面有真侪约，咱头一项要讲的约就是拿阿之约，拿阿之约啊。圣经内面啊，讲到几项的约啊，有人啊未啥明白，到底这个约是啥物啊？啊，叫世间人有啥物关系啊？啊，咱读圣经的时阵，有时未明白，但是比较容易明白的是啥物啊？咱日常生活顶面啊，上看到人咧结婚啊、牵手啊、结婚啊。所以，这个结婚的时阵啊，咱通常会看到迄个主持迄个婚礼的人啊，就问男问女，啊，说恁两个双方面就伫上帝甲人的面头前立约啊，立约啊。这个立约大概的内容就是安尼吼，咱常听到是迄个男的讲说，我某某人愿意甲你是某某人一位姊妹啊。是要遵照上帝的假使，接受你做我的妻子，无论境遇如何，是丰富，还是贫穷，是安乐，还是患难，健康，还是疾病，愿意尊敬你、尊重你啊，保护你、安慰你，专一的对待你，一世人。甲你三甲徛起，等等等等，啊，这款就是婚约啊。这个约吼是伫神的面头前，甲人的面头前，因两个的心愿，伫安尼彼此来立迄个约啊。但是其中呢一方面，若无遵照内面啊所讲的，无论是丰富、贫穷、安乐、患难、健康，还是破病，一世人。甲你徛做一个，但是咱看到世界顶有偌侪对的夫妇啊，开始好势，但是到一半的时阵，也是过几年了后啊，咱看到分离咯。有时一方面啊，看到顶摆真有钱，现在无钱咯，就走人咯。啊，也是看到伊顶摆真健康、真健康、真水啊，到破病的时阵变歹看变凶气咯，落尾啊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男的离开还是女的离开咯，啊，所以啊，因拢无按照因立约立这个誓约所讲的话吼去遵行，那么安尼呢就会引起了律法的制裁啊，违反律法可能啊。对方啊，要告伊还是怎样啊？因为佮走去甲别人结婚咯，其中一方面。所以哦，这个约咱就会明白咯，就是两方面彼此来立定迄个誓约，迄个誓约吼，会做咧叫 contract， 也叫做 treaty 啊，叫做合约啊。还是契约，哈，还是遗嘱，哈，为遗嘱吼，还是讲到说啊，我写了这个吼，你着遵交什么，所以钱才会交，这个什么产业才会交互你，安尼吼。所以啊，古代吼，这个约哦叫现今的，这个合约吼，有相相同的所在啊。所以这个约哦是建立伫两方面的人来，因两个来立定这个关系。所以其中哦，这个约内面啊，其中有一个合同咯，有一个条件咯，吼，一个条约咯，有啥物应允咯，一定就会做到啥物无妨代志。一个老的条款啊，内面的条件是啥物吼？要遵行。换当若是一方面无遵守这个条款啊，还是这个条件咧，就会发生无好的效果咯。可能会引起了争执，还是动律法咯。
坐骹躯咯，所以立约的人啊，若无遵照伊立约内面的条规一定会付出伊的效果的代价，所以伊的代价可能会真大。所以约好伫圣经内面的讲到这个约啊，有的人信徒未真明白，为做基督徒真侪年咯，或者听道真侪咯，或者读圣经真侪摆咯，但是对这个约有的人听了也阁蒙查查，也阁毋知影到底迄个约是啥物意思真侪人以为说这个圣经的这个故事，甲这个圣经的故事，毋知有啥物关系无？这个历史甲迄个历史，佮这个道理，咱听道的时阵咱就是分开来听。真好甲连贯做一个合做一个整体来明白来思想。但是呢，当咱明白圣经当中的这个约了后你就会明白圣经当中所讲的每一项代志，每一项的历史每一项的历史，因拢是有关系，因拢是连接的伊毋是松散支离的一个故事掺杂做一个乃是有一个整体一贯性的关系。所以当咱读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个约的时节这是真重要的，因为圣经当中的这个约是规本圣经当中的历史，还是故事，是连接做一个当咱明白圣经了后咱就会看见神伫这个约当中伊是创造者、发起者，也是约的遵守者，也是这个约的成全者。伊会成全这个约，伊就来遵守伊要遵照所以圣经当中这个神甲人是订立这个约叫无一个人订立这个约了后这个约咱就有法能来看出这是神拯救世间人的这个全盘的计划，全盘的计划神的计划来借着约才来连接起来。那么这个约呢，也是全本圣经的结构，全本圣经故事历史的结构是啥物咱有法能看出。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明白这个约的时节咱就知影这是圣经内面的基础伊最最基本的意义是啥物呢？就是代表这个约是代表神甲人的关系有一款的渴望，有渴望伊上帝甲人愿意建立这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当咱每一摆看到这个约的时节咱也是读到上帝怎样会愿意叫伊的百姓，叫立约的人是建立迄个美好的关系。亲像出埃及记第6章第7节安尼讲，伊说我要以恁为我做我的百姓，我也要做恁的神是拯救恁脱离埃及的这当代过来26章第12节的利未记讲说，我要伫恁中间行上帝要伫因当中行，是说甲因做阵我要做恁的神，恁要做我的子民，就是要做我的百姓所以伫遮咱看见神是渴望甲人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约这个 covenant 是神本身的这个原意，是按照伊原意甲伊按照上帝按照伊的形象所做出来这个人原意叫这个人建立了迄个真亲近的迄个关系。所以
当世间人犯罪，亚当夏娃犯罪了后人一步一步就行向死亡的道路。那么神呢，却是借着这个约来解决了拯救世间人这个真重要的一个计划。所以神要借着这个约来拯救世间人的一个计划。所以当咱读圣经的当中可能有真多有一项约，但是最重要的几项约是5项，咱请记咧。下摆每一个礼拜咱要讲一项今仔日咱要讲的就是挪亚的约，Noah 的 covenant。第二是亚伯拉罕的约，第三是摩西的约，第四是讲大卫王大卫王的约，第5项是讲到新约咱有旧约新约讲到新约。什么是新约咱真侪人读圣经，旧约有新约到底这是什么这约？来，今仔日头一项是要讲到挪亚之约，这记载伫圣经创世纪伊的背景是伫第6章第1节到第8节咱要读出来但是伊的约是记载是第9章8节到17节但是当咱要明白这个挪亚约的时阵，咱就看当时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上帝那要灭世界然后伊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要怎样拯救世间人这个洪水了后，上帝为什么那个要甲这个挪亚甲伊的家人立这个约呢？咱来看伊的背景叫家庭，来有几点头一项，咱来看挪亚迄个时代，伊活的迄个时代的情形怎样？伊的处境是怎样？是好还是歹？是罪还是什么？迄个时代的情形是记载伫第6章第1节到第8节，大概的内容是下面所要讲的。头一项就是迄个时代说人伫地顶罪恶真大，罪恶真大真厉害，说众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规日所想的拢是恶对早起到暗暝规日所想的拢是歹，要怎样冲戆人，要怎样转折人，要怎样害人，要怎样来强奸，要抢这个漂亮的女的，还是将人的财产甲你抢夺过来要怎样害人？伊规日所想的都是害人利己的规日所想的无这项好歹。世界伫神的面头前败坏了。圣经安尼讲，地顶满了强暴，满了强暴。强暴是啥物强抢、强灭、强夺就是强将人给杀死。所以是满了强暴的代志。第二项，伊说人是属血气的，神的灵就无永远踮伫人的内面咯。你看这个人犯罪内面所想的拢是恶，神的灵无可能这个圣洁的神的灵会踮伫人的内面以前有踮伫人的内面，但是神无水淡了后就离开了，伊的灵无踮伫人的内面因为圣洁的神无愿意踮伫一个罪恶满了罪恶的人的心内。佮刷落去呢，神讲圣经讲伊说神后悔做人伫地顶咯，心中是忧伤圣经讲的这个神做人后悔
有人讲啊，神既然是全能的全知的、各项知的，神兼会后悔。后悔是世间人所做的，因为人无知才会后悔，犯错才会后悔。神到底会后悔啊未啊？咱若读圣经，咱就知影，伫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讲，神无讲骗话，神不撒谎也不后悔，也袂后悔。神袂后悔。即个圣经所讲的后悔呢，是讲到神伤心、艰苦心的意思。咱听咱的囝儿，当咱的囝儿犯罪、做歹代志的时阵无顺服的时阵，做父母的心中也是艰苦心仍然是疼，但是心内伤疼，着伤搁真疼。就这个就是神的情形后来呢，你看挪亚。讲到挪亚是一个义人，是完全的人，甲神同行。当时的世代拢是犯罪面咧所想的拢是歹的。但是圣经讲挪亚是一个义人，义人的意思是讲到合乎神的标准。圣经佫讲伊是一个完全的人，是指到伊全心全意来敬畏上帝，顺服神的旨意这就是挪亚的情形。当上帝看到世间人全世界的人拢伫罪恶当中每一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上帝就后悔伤心，伊就要决定用洪水大水来审判这个世界，来灭这个世界。所以神头一项，伊就命令挪亚来做一场方舟，挪亚就顺服，就凭着信心。圣经讲，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的方舟，互全家通来得救伊伫神的面头前，因为是信心伫神的面头前用信心甲顺服是甲当时的世代完全是神相反的对照世间人是安尼，挪亚是安尼的，这个真相反的对照所以呢，上帝用洪水来审判是审判迄罪恶上帝的愤怒来审判当时的罪恶罪人。所以这个洪水的意义是提起了世间的罪恶的意思，将这个世界来洗清去。这个是一款的仪表，仪表是什么意义咱像一个意思的代表就是将来要成就的、要成全的一项代志。这个叫这个洪水叫这个方舟是预表什么呢？预表这个水会随咧预表是什么讲人伫罪恶当中，就提起了迄个遮着随咧仪式咱就提甲信心来提起了迄个罪恶提起了迄个罪恶，才有法能得到新的生命。那么挪亚伫神的面头前圣经讲伊是蒙恩的因为伊凭信心顺服上帝，就免去了迄个神的受气甲审判咯毋免阁拄着迄个死亡咯这是神特别的恩典伫伊的身顶所以神的审判仍然是为着人类来做出一只的方舟虽然神审判，但是伊要做出叫拿做一只方舟，干哪子呢？这个做方舟是要互人
有一个悔改认罪，有120年的机会，通来认罪悔改啊。但是迄个死罪的人却无认罪悔改啊。那么上帝叫拿阿做迄当阵啊，咱就托人一个机会啊，人来救命，这是显出神的公义后面还有一个阻碍，要留落活命的机会。叫凡也是相信的人啊，可以啊来进入到方舟，来得到生命的存活啊。但是咱来看以后这个洪水了后啊，神继续啊要祝福世间人啊，所以神啊就重新再讲这个拿阿讲。当时这个阿当的死罪后，我叫伊讲若是现在这个洪水了后啊，你也着，我是要继续祝福你，但是你也是着做一件代志，意思啊，你要生养众多，叫伊着生家行顺生真多，说遍满全地啊，全世界拢有你的后代啊来管理海陆空一切的活物，一切的 creature 啊，所以这是神对拿阿讲的。伊说，除了鸡子甲菜以外，上帝阁允准人啊来食肉，会做咧食肉咯。啊，以前啊，叫做食菜甲食鸡子，现在神讲啊，伊说会做咧食肉咯，所以。可能是当时的人的 appetite 吼，人的这个食欲啊有改变，在这里食物啊，身躯顶面的需要。过来咧，人着尊重生命，毋通食迄个带血的肉，袂做咧杀人，袂做咧流人的血啊。因为若是这个人若是去流别人的血啊，就是杀人，伊的血也是别人要流伊的血。伊的意思可能伊会得到报应啊，所以人袂用咧随便杀人流人的血啊。上帝佫讲，伊说毋通食带血的肉啊，因为迄个你来杀牛杀羊吼，杀过内面有血个吼，毋通食，毋通食迄个，因为血吼是代表生命，那么生命是属于神的，人袂用咧随便杀害。啊，袂用个食这个血，这是当时的情形。那么，佫刷落去，洪水过了后，一个洪水退咯，迄当阵哦就停伫一个山顶，真悬的山顶啊。上帝啊，甲因立约，伊说我甲恁立约，伫第9章11节安尼讲，伊说。上帝讲说：“我甲恁立约，凡有血肉的，有血有肉的，意思就是人叫动物伊说，凡也是有血有肉的，我无搁再避这个洪水来灭绝咯。意思就是，凡也是人叫动物咯，上帝无搁再用洪水来消灭因咯。”就是伊的这个挪亚之约，并且佫立那个彩虹啊，有的闽南话叫做庆庆有的叫若是按照字读啊，就是彩虹 rainbow 的意思来做记号。那每一摆若想起神人看起了迄个彩虹啊。就想起了神的信息甲人民神无搁再用洪水来灭世界咯虽然是安尼世界虽然上帝袂搁用洪水来灭世界，但是这个世界顶，凡在有洪水出大水，但是这个大水是局部性的，是地区性的，毋是全世界的。可能是伫中国，还是伫菲律宾，还是伫欧洲、伫日本，
发生的一间洪水，规条街去淹去，有一间厝倒了，还是有人死去了。但是毋是世界性的，是局部的，是地区的地区性的。所以当人想到看到这个 rainbow 或者这个彩虹的时阵，就想到神袂阁用这个洪水来灭世界啦。这个突然看出神是信实的，是可信的那么这个拿伊的约伊的约COVID-19伊的约伊的性质有5点伊的这个约的性质，这个什么性质呢？头这个约是神发起的，神创立的神发起讲起了这个要甲伊立约，也是神立定的，所以神必须要按照伊的约来实行。所以神立这个约，神就遵行什么约呢？就是袂阁用洪水来灭世界咯，神就照行。第二项，这个约是普世性，普世的意思就是全家性 （universal） 的意思。所以伊的对象是全世界的人，叫动物有血的、有肉的，上帝袂阁用洪水来灭世界啦。所以是 universal 的。第三方面是无条件的，普通咱的 contract 是你着创什么，但是这个特别的这个约是无有加添什么人应该着做的条件。你若无遵守什么，我就袂阁用洪水我就要用洪水灭你咯，无条件的。意思就是说，人毋能够做什么，上帝也是照伊所讲的，袂阁用洪水来灭世界咯，所以是无条件。第四项呢，这个约是什么呢？是永远性的、永久性的、永远的。所以咱看伫几千年了后到今仔日，也阁毋捌发生世界性的洪水来灭世界。佮说落去，这个约是这个仪表性的，咱怎么讲呢？仪表就是代表较咱亲像耶稣基督，仪表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做迄当阵，若是凭着信心的，你去船内面就会得救。但耶稣就在较咧仪表这个救恩，较咱一当方舟。我若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就会得到救毋能够经过迄个死亡的审判。过来，这个罪世间人的罪的结果是死亡独着借着信心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才有法人免去上帝的受气。约翰3章36节安尼讲：信敬的人，耶稣基督的人有永生；唔信敬的人就得袂到永生。上帝的受气定伫伊的心顶，所以这个神的审判就是神的受气来审判不义犯罪的人。所以人若因着信心来顺服，才有法人进入到基督内面蒙恩得救。得到永生诚做神的儿女，有永远的盼望，有永远的荣耀甲福气但是最后呢，有讲到这个拿有3个家，闪、含、叫雅弗这3个闪，这个闪族就是耶稣基督的迄个祖宗就是犹太人伊的后代就是犹太人。耶稣是对犹太人出来，以肉身来讲，耶稣有神的性，叫人的性。那以人的性来看，耶稣是出世伫犹太人这个民族当中，所以犹太人是闪族的。所以那第3个家闪、含、雅弗这3个人，闪族是耶稣基督的
这个祖先，感谢上帝伊留了世间人这个家庭，灭了世间人在犯罪，存留三个人，其中这个闪族就是耶稣的祖先，所以耶稣的救赎是对犹太人出来。感谢上帝，虽然咱犯罪，但是上帝为着疼，为着咱来预备了救恩，就是请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来做拯救的工作。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这个世界的情形甲拿阿时代的情形，拿阿时代是充满了罪恶，咱现在的世界也是充满了罪恶，犯法的代志，动乱的代志，这个国家去走去别个国家来破坏别个国家，真可怜哉！连警察也拍死家己的百姓。所以咱这个世间满了罪恶，满了罪恶虽然世间现在满了罪恶，但是上帝袂阁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咱每一个人犯罪，咱就为着咱家己的犯罪来负责任。上帝甲咱讲，说世人拢犯了罪，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圣经佫讲，人有一摆死，死后佫有一个审判。你若是袂信主咱问咱的心，咱是毋是一个罪人啊？圣经讲说，是咱是一个罪人，说无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是无。咱所做的好歹，但是伫神的目睭看来仍然是一个罪人。所以咱需要救恩，需要耶稣来拯救咱。只要咱相信耶稣伫咱的心内，咱就会得救。用信心接受耶稣，来进入耶稣里面，进入这个方舟里面意思就是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伫咱的心中。所以兄弟姊妹，咱现在也阁是伫疫情非常严重的时节，求上帝怜悯咱，保守咱，一直咱见到主的面为止。求上帝互咱力量，求上帝甲咱同在，安慰怀伫困苦当中的人。咱三甲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今仔日搁再来上帝来思想上帝你的恩典，你的信息。当时拿的时代犯罪，上帝的愤怒临到迄个世代，用洪水来灭当时的世间。但是仍然用你的慈悲怜悯来设立一条方舟，迄张方舟原来是凭信心相信的进入内面的人就会得救。现在这个方舟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耶稣来到世间，为着要拯救世间人，互阮用信心谦卑的心来接受耶稣伫心中，你就要拯救阮，赐托阮永远的生命。你要赦免阮的罪。阮想到这个世界仍然伫罪恶当中，伫苦难当中，求上帝，求你的灵来做工，借着迄基督徒，所谓基督徒，咱来用这个行动来发起了迄个光甲盐的作用，互世间人来明白主耶稣做因的救主。求你来帮助阮，祝福阮，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